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如果講中國國內邊隻城市電動車數量最多，應該就係我哋廣西南寧市。如果你企喺南寧市大街上面，可以睇到滿街都係電動車，一隻場面呢，簡直讓人感到震驚。一啲亦都成為咧南寧市一種特色。喺外地過嚟嘅朋友第一次見呢，可能係嚇親喎。而家南寧又被稱為電動車上嘅城市，喺南寧呢，電動車亦都需要登記註冊。單單係市區電動車數量已經超過180萬架，而且呢仲有好多未上牌照嘅。如果全部加喺一起呢，隻數量應該係好驚人啊！喺南寧呢，一般係出城次數比較多嘅人呢，先至會選擇買汽車。大多數工薪階層呢，都會選擇買電單車，方便又快捷，而且仲冇塞車。經過10幾年嘅發展，電動車呢亦都發展出嚟適合唔同人群嘅車型，有適合老人家嘅電動三輪車，有適合一般市民出行嘅普通電單車，仲有適合商家拉貨使嘅加重型嘅車等等，可以滿足唔同人群嘅需求。不過呢，由於南寧市電動車嘅數量實在係太多啦，再加上好多一啲人開電動車呢冇遵守交通規則，闖紅燈，甚至仲同機動車搶道，造成咧交通擁堵。所以呢，相關部門呢亦都制定咧一啲措施來整治電動車超標嘅情況。好啊，下面就跟住我嘅鏡頭來睇下南寧市嘅電動車大軍。